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2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胡适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收盘，沪指跌0.02%，相当于没有变化；深成指涨0.2%，创业板指数跌0.06%，北证50指数涨1.49%，全市成交额1.79万亿，比上个成交日多了400亿，3300只个股上涨还是涨多跌少2000多家下跌。虽然这个沪指波动不大，但是可以看到最近几个交易日它都一直在这个点位在上下震荡，也显出这个压力重重但是我们不能不说，它这个1.7万亿的成交额，说明它目前来说它还是比较安全。我以前说了1.5万亿以上，它就表明这个资金还是比较活跃的，很多赌徒拿着钱还在里面玩，只要人不走它这个胡适还有一段时间热闹。那么1.7万亿这个数字，说明还有很多就是年前炒这个科技股的，现在还炒这个哪吒2的这些做多的资金还没有离场，还在里面找机会。所以交易量还比较大，一旦这个热度过去了这部分资金就撤了，那它又要水落石出明天是周五所以说作为金融消费者还是要小心一点。周五容易变盘，往哪儿变？就我个人觉得往下变的概率比较大，晚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利好都是一些口炮哪些口炮呢？你比如说这个外资现在又是不要皮不要脸的开始唱多了。我发现这个外资机构跟特朗普一样，对吧？他早上说的晚上改，晚上说的第二天早上接着改，这个没有什么不适应的，也没有什么尴尬的，反正自己不尴尬的都是别人。你比如说这个先是大摩前几天大摩还说咱们在什么陷入通缩陷阱，这今天大摩也改了。财联社2月20日说，追随华尔街同行的脚步，摩根士丹利策略师本周放弃了其此前对中国股市看空的观点，并预计随着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助推，中国股市将迎来更为可持续的上涨。人家说一根阳线毁三观，咱这几天也没有阳线都是小线呢，对吧？十字线，小阴小阳，就这个都能让大摩毁三观呢。可见这些在外资机构的眼里，胡适恐怕跟特朗普的脸一样，很容易变，所以有测不准原理你很难跟得上。你看着它要涨吧，它实际上它给你来个暴跌；你看着它要跌的时候，它给你拉根阳线就问你服不服。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股票策略师王莹，其团队在最新研报中说已将民盛中国指数的评级上调至标配。大摩预计到2025年年底，民盛中国指数将达到77点，较之前63点的目标预测大幅上调，这预示着到年底该指数将较周三收盘价上涨4%。大摩还将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的年底目标位从6970点上调至8600点，将恒生指数的年底目标位从19400点上调至24900点，对沪深300指数目标位预测则维持在4200点。这个还是搞区别对待港股就是涨上调了，对沪深300指数它没有调，看见在这留了一手就是胡适他确实测不准。大摩策略师在研报中写道中国股票尤其是离岸市场终于发生了结构性的质变。离岸市场应该指的港股或者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这个中概股。总之这个浓眉大眼的大摩也叛变了至于高盛呢，那早就跪地投降了，服了我大 A。这个高盛表示如果人工智能就是 AI 带来实际收益，中国的股票估值或将提升15%到20%。这个语法这个句式我好像听着这么熟呢。他说如果人工智能带来实际收益，那我们的股票还能涨15%到20%。这好像跟那个林毅夫说的，如果我们人民币不贬值，那我们已经列入发达国家这个行列，好像句式是一样这个还得小心他加了个如果，那就也有可能人工智能不能带来实际收益，就存在这种可能否则他加个如果干啥？加个限定词干啥呢？非加个条件。实际上确实也是这么个意思。因为这个人工智能怎么赚钱呢？我们聪明的中国人呢已经下手了首先有个叫华福互联网团队他们搞了个研报告诉你这个咱们 AI 嘛，对吧？一个是对吧大模型，一个 DeepSeek 一个就是机器人，这是科技股是不是这两天这个主线就是这个嘛，最主要是人形机器人的。那人形机器人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最大的卖点痛点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搞成人形机器人呢？不是搞机械手、机械臂，对吧？那种在那个停车场挪车的那种，那都是机器人呢，但是长得跟人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他搞人形机器人。那这人形机器人最大的这个市场在哪儿呢？或者是最容易成功的市场在哪儿呢？所以啊，这聪明的中国人就开始了，叫 AI 情趣机器人，叫2025年人形伴侣机器人赛道应运而生啊！你以后找不到男朋友，你看看人形机器人，你想有多帅就有多帅，想有多漂亮就有多漂亮。这核心逻辑说 AI 大模型加柔性材料，就是硅胶啊，生理传感技术驱动下，情趣机器人正从生理工具向情感伴侣跃迁啊！人家已经升级了啊！以前是生理工具，现在呢还能解决你的情感需求，打开1000亿级市场空间。据测算，全球情趣机器人市场规模2025年将突破300亿美元，中国占40%。中国就是120亿美元，那不就是将近1万亿的市场了？什么概念啊？1000亿的市场，技术迭代与伦理破冰下，具备材料、AI 交互、健康监测能力的厂商将率先受益。我觉得啊，这个广大的网友福音来了。每次一说到彩礼啊，就很多网友7个不服8个不忿的。这回好了，你30万彩礼，你根本就不用掏了，你有那30万，不如买个机器人。这个高盛啊，前脚干说，如果 AI 对吧能够盈利，这边 AI啊，人家马上就找到了这个盈利的路径。有人说这个太扯了啊，太远了，因为这涉及到伦理啊。那聪明的中国人又找到了捷径，那不就是赚钱吗？这是财联社报道啊，说股市黑贼用虚假语料误导 AI 坑骗散户，用虚假信息误导 AI 大模型，黑嘴操纵市场，玩出新套路。财联社2月20日讯 ，AI 大模型正赋能千行百业，也为股民获取上市公司信息提供了一条快捷方便的路径。但是在阳光照不到的阴暗角落，股市黑贼们及幕后的不法之徒却在利用 AI 作恶，用虚假语料误导大模型，做出错误回答，再将这些 AI 答案传播扩散，坑骗散户，以干扰甚至操纵个股的市场交易。我记得有一期节目我说过了吧，用 DeepSeek 建股，这个可以赚钱呢。你看就有黑贼这么干了。财联社记者注意到，本月以来有大量虚假的利好信息以 AI 问答截图形式在各主要股民交流平台大肆传播，一批账号马甲通过疯狂散布诸如某公司入股 DeepSeek、 某公司为 DeepSeek 提供技术服务等谣言，调教误导 AI 大模型给出错误答案，将 AI 作为其构建信息陷阱的嘴替。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类虚假内容从刚开始的交易分辨已逐步升级到了真假难辨，也就是刚开始还容易判断，现在是越来越难判断了，真伪难辨了。特别是当谣言所涉及上市公司未主动澄清时，普通投资者几乎难以甄别信息的真伪。而 AI 大模型被黑贼带坏后，如无新的真实语料覆盖虚假语料，则当投资者提出相同问题时，所得到的 AI 答案指向可能是黑贼们此前炮制的内容。所以高盛啊，在如果前面啊，在盈利前面加了个如果，那完全是多此一举。我们聪明的中国人呢，早就可以拿它来赚钱了。但是这种钱赚了，能说明什么呢？我倒是觉得啊，这个 DeepSeek 啊，掀起的这一轮高潮啊，正在过去啊，恐怕要不了1个月啊，这个热度就没了。就像那个 ChatGPT 一样，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比较疯狂，都觉得有意思，但是很快就没有下文了。DeepSeek 也差不多，因为大家该玩也玩腻了，新鲜劲也过去了，它实际上跟我们的生活啊没有太大的变化，没有太大改变的。但是不能否认啊，它为一些特殊职业的人确实啊提供了方便，但是它就变成小众人的一个工具，不是这种就大众的这种现象级的产品。你不像抖音一样的全民都刷，农村老头老太太都刷。你这个 DeepSeek 一旦成为特殊群体的一个工具的时候，它就工具化，类似这种工具化的软件多的是，最后都消失在公众的视野里面，变成一小撮人用。我认为这个 DeepSeek 很有可能啊，就是走上这条路，就是大众不会再玩了，老太太是不会玩这个 DeepSeek 的，除非它啊越来越智能，越来越先进。如果再加上这个 DeepSeek 部署啊训练，还花大量的资金，那恐怕它的前途啊恐怕更加暗淡。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个
泰媒体今天报道啊，他说近日腾讯、百度、华为等多家 AI 大模型企业接入 DeepSeek R1 模型，使得 DeepSeek 朋友圈企业超过100家。你看看啊，这都是大厂啊接入了 DeepSeek R1。说尽管 DeepSeek R1 模型具备训练成本低、性能可与 OpenAI 比美的优势，但前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小觑。陆程科技创始人悠扬在微博和朋友圈表示，短期内中国的 MaaS 模式可能是最差的商业模式。他说大厂相互卷低价和免费，满血版的 DeepSeek R1 每100万输出只收16元，这个很便宜啊，100万的输出只有16块钱。但是如果每日输出1000亿的就 token 呢，基于 DeepSeek 的服务每月机器成本是4.5亿元，这个就要亏损4亿。用 AMD 芯片月收入4500万元，月机器成本2.7亿元，这意味着亏损也超过2亿元，而且是用户越多亏损越多。悠扬表示啊，那你说这么一个模式，作为用户来说，你让我掏钱我就不会用了，这普通用户一直这样的。你让我刷抖音我掏钱，肯定很多人就不刷了。你说让我用微信还交钱，他也就不用了。你说让我用 DeepSeek 还交钱，那我就用百度吧，或者是谷歌。所以你没有办法向用户掏钱收钱啊。但是你看这些大厂的成本就摆在这儿，对吧？机器成本、芯片的成本，还要给 DeepSeek 这个训练的这费用，一个月亏2个亿啊！如果腾讯、百度、华为在这块他赚不到钱，他能坚持几个月呢？所以我认为往后这恐怕 DeepSeek 这个逐渐的也就淡出人们的视野，变成小众用户的一个工具。目前看就是有这个趋势。你再加上 DeepSeek 的审查，对吧？你让它的娱乐性少了一大半，不是所有的用户都要一本正经的去写东西娱乐占了一大半呢。就像这个看 B 站、看抖音，你不能否认有一部分人真的是学知识去的，学知识的人呢，他愿意付费，为知识付费，他理解。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娱乐，就是看个热闹。但是 DeepSeek 的审查机制把很多看热闹的给挡在了门外，已经开始自我阉割了，对吧？你正聊着呢，一道闪电没了，让你换个话题。咱们还是聊胡适胡适最近最火的之一的就是哪吒2。那因为哪吒2这个票房现在据说120亿了吧，这个票房怎么这么高，大家心里都有数现在越来越这个离奇就是很多这种小红正能量把这种情感呢，这种荣誉，他把灌输到一个动画片中，他拿动画片的票房当成我们清场是遥遥领先的一个指标，对吧？这票房如果能达到前10名，这个票房如果超过阿凡达，那就说明我们已经超过美国了，那就有这意思在里面所以很多人憋着一股劲2刷、3刷、4刷，还有人包场。但是这个就不说了基于哪吒2的票房，有一只股票就是光线传媒，也是叫闻风起舞这个九派新闻报道说2月17号光线传媒股价上演戏剧性准天地板行情，引发市场震动。这一天有股民说5分钟蒸发10万块，5分钟他10万就没了，这多刺激想想都刺激。这我以前炒股也是我跟大家说过吧，我那个时候是市值将近100万的江淮汽车，江淮汽车一涨停我就挣10万，第二天再涨停我又挣10万。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不知道上班是干什么，觉得上班简直就是耽误时间。我最早入市的时候是30万本金，一个涨停才3万，一个跌停3万。那时候跌停了你心里不舒服，涨停了也不舒服。后来我成功的把市值搞到了10万，赔掉了2/3，也就赔了20万嘛。你看后来这一天涨就是10万，2天就把你那个以前的这1年赔的钱就回来了，你说多刺激吧？这就叫格局打开了。这个九派新闻说2月11日，李先生以19.8块的价格购入1万股光线传媒股票总投入近20万元。2月17日早盘，光线传媒股价涨停至41.68元每股，其持仓收益翻倍至20万元，也就是说正好翻了1倍嘛，它是将近20买的，涨到41。然后说涨停仅持续2分钟便开始暴跌，从涨停到逼近跌停仅用了5分钟，经历了光线传媒股票的涨停和逼近跌停，20万收益缩水一半，我少赚了10万。拥有9年炒股经验的投资者李先生告诉九派财经另一位投资者邱先生，
则在2分钟造成近30%的亏损。邱先生第一反应是不相信，大脑一片空白，我甚至怀疑手机出现故障了。尽管股价剧烈波动，受访投资者仍肯定光线传媒的长期价值。李先生指出当前光线传媒股价虽回落到20到30元每股，但仍远高于哪吒之魔童闹海上映前的水平10元每股左右同时，李先生对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的战略布局也非常有信心，未来或具备长期增长空间，6天获得近5万元收益，已属幸运，知足常乐。这个李先生不错总之他在光线传媒上投入20万，最终获得5万元的收益，这还是不错的但是从他的这个认知来说这5万元那纯粹就是暂时拿着，你做好还回去10万的准备，这就是凭运气赚的钱，最终一定会凭实力把它赔出去，这就是我的教训了。就凭运气在光线传媒上瞎猫碰到死耗子赚了这么点钱，光线传媒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哪吒闹海这个业绩这个票房也属于瞎猫碰死耗子，都属于运气成分在里面。结果你还说这个对这个董事长的战略布局有信心，这还吵出感情了。这个瞎猫碰到死耗子的绝不是李先生一个人，我现在高度怀疑胡锡进老师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靠运气有可能蒙中了一个科技股。为什么呢？因为胡锡进老师这2天是越来越嘚瑟，越来越叫泯灭人性，这个道德水准急剧下降在这一块他已经比夹头要遥遥领先了，都走到了夹头的前面。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自己可以看胡锡进又开始喷泽连斯基。胡锡进发了个微博今天上午发的，他说特朗普公开说俄乌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北约东扩，是乌克兰要求加入北约，这些也是口水战，咱就不说了，对吧？你扯3天3夜的扯不清，到底是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因果是不是倒置，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这个大家能接受吧？普京说你乌克兰要加入北约，所以我要揍你，乌克兰说你要揍我，所以我要加入北约，是不是这个逻辑你天天处心积虑的要揍我，想吞并我，所以我要加入北约我要寻找安全。那普京说你处心积虑加入北约，对吧？你不跟着我混，你危害我的安全空间，我就要揍你。你看看这玩意你说谁能把这说不清楚？但是胡锡进老师他不管。那个特朗普一说这个俄乌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北约东扩，那胡锡进老师你看看特朗普都这么说了，可不是吗？说地缘政治如此剧烈的变化就发生在我们眼前，老胡认为对过去3年舆论场上的一些谬论，我们应该有勇气做出反思。他认为舆论场上谬论什么谬论呢？他说其中一个大谬论是把乌克兰战争比喻成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鼓吹与俄罗斯保持伙伴关系是助纣为虐，加入西方对乌克兰的全面支持才是站在正义的一方，中立是是非不分。这种论调不仅是对西方主张的接受和传播，而且是往大国方向进行了错误的引申强化。说那些人完全不顾这场战争爆发的复杂原因，也不顾大国国家利益，成了西方思想的附庸和拉拉队。说大国政府在战争初期就表示，乌克兰问题演变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乌克兰应当成为东西方沟通的桥梁，而不应沦为大国对抗的前沿。这一态度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这胡锡进这种叙事可以说叫是非不分，不要说没有正义感，他连基本的判断都没有。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和日本侵略中国本质上是一模一样，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而且是以侵占领土为目的的，这就是侵略这是侵略无疑，对吧？如果你说我只是教训一下，我啥也没拿我就走了，那这也是侵略。但是这种侵略呢，你可以说是你激怒了我要报复。日本侵华就是要领土，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就是要领土，跟什么加入北约东扩那只是个借口，3天3夜的扯不完。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了，那普京怎么不去打他呢？如果胡锡进就这么叫无理搅3分叫狡辩，那日本侵华他也有理由从日本人角度来说，他发动侵略战争，对吧？东北事变那都是因为你违约在先，好吗？对吧？胡锡进老师应该把这历史好好看一看。当然了，这个胡锡进老师他不会去看，对吧？他有可能看的这是课本上的历史知识，那就没办法了。9·18事变到底是为什么发生？日本的军队到底是怎么到的东北？这个不好意思说了，课本上也不敢说，胡锡进老师也不会自己去找着看一看。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这么矫情，那日本侵华他就是理由很充分，那就像胡锡进为普京侵略乌克兰辩护一样，理由非常充分。但是我们判断很简单，一个主权国家对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而且以割让领土为目的，那就是侵略，是最恶劣的一种。我举个例子你比如美国打阿富汗，美国打伊拉克，那都是发动战争，但是你能说那是侵略吗？勉强也算吧。但是这种侵略人家
说撤就撤了，没有要一分一寸的土地，不以占领他们领土为目的。胡锦老师恐怕连这个他区分不了，对吧？为一个曾经占领领土，对吧，500-600万平方公里的这么一个国家去辩护，你说这是人干出来的事吗？俄罗斯周边哪一个国家没被他侵略过？就为这么一个恶贯满盈的这么国家、流氓国家、野蛮国家去辩护，所以只能说是胡锦老师这个道德水准呢急剧下降，这人性在那个胡适的反弹面前消失殆尽了。他这么说的他说2022年战争爆发之初，西方舆论中也有一些北约东扩过于挤压俄罗斯导致俄剧烈反弹的反思和探讨，但那些声音很快被拜登政府和西方世界的集体行动淹没。特朗普重新捅破了事实的窗户纸，互联网上那些比西方还西方，硬说乌克兰战争相当于中国抗日战争的人，真该好好给自己思想房间做一次扫除。第二个他关于大国的立场，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对吧？这个我俄乌战争爆发将近3年，我每天做一期节目，我觉得大国的立场总体上可以理解，因为他没得选择，对吧？他不可能像西方那样谴责俄罗斯，那就相当于把祸水往南引，对吧？大国跟俄罗斯做生意那也是被迫，因为大国就是缺天然气，对吧？大国的产能富裕它只能往俄罗斯卖，你往欧洲卖，往美国卖，它都有贸易保护对吧？都有关税等等，总之你俄罗斯买它就卖，大国守住底线就是不卖武器，这个都做到了。所以说这大国的这立场也没什么好说的，你持这种立场的还有印度还有巴西，还有很多国家都有这种立场。大国唯一的这个压力就是他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你应该出来维持正义，对吧？要不然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干啥呢？5常之一但是同时呢，他又跟俄罗斯接壤，对吧？这好像是4000多公里长的边界线，对吧？你要跟俄罗斯交恶，那北极熊它毕竟还没有垮下去你跟他交恶，你相当于把那个祸水往南引。所以从这个国家利益上来说呢，他这种态度也无可厚非，毕竟没有卖武器对吧？连军民两用的都在控制对吧？而且这有美西方监督你稍微卖了一点，他马上就捅出来了。但是胡锡进老师他说大国跟俄罗斯在过去3年里迎风站立，加强了互信，为大国应对接下来的地缘政治变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个就是胡锡进老师一厢情愿的也要抱俄爹的大腿，认为俄爹在接下来特朗普的这个神操作之下，俄爹不会背叛大国。这个胡锡进说有人说美国拉拢俄罗斯还是得手了，难道大国不担心吗？他说这种说法幼稚且缺乏自信。他俄罗斯当然希望缓和同美国的关系，对待特朗普伸橄榄枝也会顺势接受。他说但是大国过去3年是怎么支持他的？你看看胡锡进老师这简直就是他自己的逻辑都无暇自顾。他前面说了咱们是中立，你看是不是这么说的？下面又说大国3年是怎么支持他的？你这不就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所以我说了，这黄俄粉红正能量它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什么逻辑性，它前后没有办法照应上。前面还说是咱们是中立，后面他又说我们3年怎么支持俄罗斯，说为维持它的工业和经济运转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俄罗斯是心中有数的。你看看俄爹把你5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割走了，他心里没数吗？他愧疚过吗？对吧？拉夫罗夫说了，我们所有的领土都不是打仗抢来的，都是谈判别人送的，友好协商得来的。你靠俄爹心中有数，那就俄爹他就不会从170万平方公里搞到现在17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扩大10倍胡锡进老师就做出判断他说俄罗斯重新认识了大国的超级实力和可靠性，他们会借助缓和俄美关系，但要为此失去大国这个长期伙伴，他们绝对不会干的。你看他又拍胸脯了胡锡进老师就拍胸脯，就是他给俄爹担保，俄爹是不可能这么干的。什么理由呢？他不知道，总之就是一厢情愿，说中俄关系战略价值清晰可靠，而美国拉拢的好处却飘逸不定，随时可能变化。说如果换是你，同样不会那么傻吧？美国拉拢而不倒向美国，那才叫傻。胡锡进老师又忘了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拉拢大国就倒向美国了，换来的是大国，是不是改天换地，日新月异？所以说胡锡进老师他已经被那个胡适一反弹这个人性完全泯灭掉了，没有了。现在再这么下去恐怕是负的了，对吧？你大国倒向美国，跟着美国的都负了吗？事实也这样，那人俄罗斯就不会吗？俄罗斯不懂吗？胡锡进老师说把倒向美国叫傻，那胡锡进老师一边说改革开放好，一边又说这种行为傻，这胡锡进老师所以说这种粉红
这种黄鹅这个脑子不知道怎么长的，也就是为鹅爹洗地啊，已经不要脸了。他后面还有一大段啊，说什么咱们要跟日本搞关系，拉日本，只能说明胡锡进老师啊，恐怕最近这几天啊没少赚，有点嘚瑟了。所以这个炒股害死人呐。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